你那么一阵子不，也是在花为了拍啥不啦么？你呀，那从你3年那18年你晒拉白，干什么白？80个白吃了嘛个喽？就后来的，咱这是花这很你过，我啥被我这能力那么，我啥被我这咱来看嘛梦那么，一年什么嘛芝麻的老夫个巴拉那么被咱这是花这4年，呀你过了哦，就呀3年呀晒拉白吃了，你看呀18岁晒。我们也就搞起来，你破了，过了嘛很你过。就最高被10块哩，更俺们俺呀就买一买的是的是，买芝麻的是就是过一学那个俺们你18岁下一了嘛过呗，就俺们最什么过呗，再下一了那么就一拿到了，下去拿到了，你下来不吃了，搞起来你破了，哈利路亚被莫过嘞，我三年知了，我3年哈了，就别一年下一了，就明年他妈过阿里。是乌萨，阿里是出在带路你，阿里是乌萨做嘛带路你，是干那年下一拉什么做？18岁的做了什么的花了，10的花了是1啊喽，乌萨的做了什么的花了是2喽，一年乌萨2喽，一年做别的花的喽，一年做的你在路在的喽，别嘛做小娃没得喽，一年什么过别下一拉4年，我过的就，我过的就俺们，我过里嘛的别明年过做别是下爸爸被做被提了点喽，把嘛生那个喽，煮那个喽，18岁呀，就出在阿舅听你做呀，也里边个两我，把嘛一年衣服提做嘛，在屋外喽，被私下头挂着收完喽，出在阿舅呀一直都长那喽，做呀听你做没学我，听你做呀再下一浪我，把嘛18岁的6年呀就收了呀喽，收的喽，18岁呀什么个被下一喽，做呀做阿么都做点嘛，你上面啥都俺呀啥就没记住阿舅。下一拉嘛过呗，还选没一不拉嘛，无啥的，无啥小娃过呗，估计那么下出来，你比钱都赚俺们，你比这个，你啥都赚俺们，嘎子吃里的，俺那是如是过，啥就没遇到都赚俺们，18岁呢学都在花流，你上面啥在花流，一次家里面呢他妈过第二天啥就没遇，只是你估计嘛不到一年，出在俺里个，出在呢俺里过下班嘛意思喽，你不知道过。就把在我们家18岁呢，就出来做那边屏幕喽，做那边啥子没觉得都重要，做那边让你学年嘛没个，做那边你别去个，过了呢一年就在学在过喽，一年出来的时候了嘛不多，一年就在学在过喽，一年最没意义啊，没做那边啥子没觉嘛，让你学年嘛没个别白了，过了呢就天天都做点嘛，你上面啥就在18岁死了，你一学嘛个别再下来嘛白挂就嘎子之类，之类。你破了，过了么还你挂着为了点啊me，全面呀，学过的啥个都是点啊me，嘎只是你别学个是呢，一个那是出来，一年一代压的的嘛，你的嘛绿色，嘎是的你不一个是年多了，容啊me就你上面啥都最高被你不都个是你无啥的积累，无啥的积那么一来就在考虑掉了，嘎只是里的哈，别就在白个了喽，过了呢，就18岁下来嘛白挂。就伢嘎子之类，家来一代哈喽嘞，一代一边的话一来呗，就是在下个女生了，就是在啥么？